因为诺富特饭店的群聚感染，台南市议会保安部门业务报告甲质询中，其中嘛有未少议员关心台南市的防疫旅馆，到底台南市总共有偌侪间防疫旅馆？防疫旅馆是毋是有甲国民旅游来揽做伙？对此，观光旅游局长郭增惠回应：虽然防疫旅馆未用主动来角捞，不过市府还是有进行无定期的抽查，并且严格分流分站。防疫旅馆跟一般的旅馆有没有类似像桃园这样疑似有可能是混居，或在这个同一的房间，但是并未告知一般的游客的状况？在这个防疫旅馆的管理上面呢，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加强稽查的动作。它比一般我们的旅馆一般国旅住宿的旅客的旅馆，它的那个稽查的频次是高的，这是第一点。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辅导的机制的部分上面我包含就是像5月3号、4号、5号我们还特别又再去加强了一次 SOP 的再确认针对这19家的防疫旅馆的一个业者那我们目前呢就是有分栋，也有同一栋里面有分层分流的那我们就是要求业者必须要把分层分流的这个管控要做确实。虽然防疫旅馆一切遵照分流分站，不过议员嘛担心旅馆的大厅甲出入口，甚至旅馆服务人员是毋是会揽做伙？对此，观光旅游局嘛回应，伫个5月1号的劳工年假以后，嘛有要求旅馆的业者加强员工的训练，加饭店的消毒工作。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